来继续来关心高雄市长的补选，国民党的李美珍公布伊的竞选团队，讲大部分拢是韩家军。李美珍讲，因拢是为着高雄好才来的，应该互因机会。来民进党的陈其迈透早到公园拜票，互婆婆妈妈扭起做伙跳舞。民众党的吴益政是到左营的民德新村去参加中华民国渡海文物展的开幕典礼。 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李美珍透早就伫路口拜票，佮到市场去扫街买番薯，和团队做点心。因为今日一天公布的竞选团队，其中韩市副时期做新闻局长的陈兆新，甲青年局长林丁超，拢是团队名单。外界认为讲，伊人选大部分是韩家军。 这样子的青年，他有很多理想抱负。那其实当初只是找来市府团队，也不算说他们就叫做韩团队。所以我希望再给他们机会发挥一次。强调讲，伊用的是肯为高雄做代志的人。那对手陈其迈选举行程嘛，就到这透早6点半，就到公园拜票，甲老大人博感情。 临时接受邀请，甲这家庭主妇做伙跳恰恰，做袂到嘛真趣味，现场是真闹热。被问了讲李美珍的团队名单，伊讲：当然我们尊重他人事的一些安排啦，哈，但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是说能够有新的愿景啊，那新的做法啊，跟新的想象。 代表民众党的吴益政是伫我中昼的时来到左营明德新村参加中华民国渡海文物展的开幕典礼，3位参选人行程拢有够济，继续伫拍选战。